今仔继续来到花莲光复乡的灾区，花市新闻访问到当地消防员，因讲为9月23放山湖1楼到担，因执行任务的时阵，拢是困涂骹，拢无所在通休困，甚至想要来申请到围罗植物的津贴，拢真困难。花莲县政府回应讲，希望中央的主管机关会当互因方向甲原则，希望会当从宽来认定。 消防甲救援人员伫日途中，将面体铁锤厝顶搅开，找出失联的民众。虽然安全防护配备拢准备齐全，不过每一个行动拢爱谨慎细致。消防人员双脚踏伫落高麦啊，前往第一线救灾，每一步拢真歹行。不过，昨有网友伫面册顶悬铺文章，讲出家己的遭遇。 批评消防局无为了，也无甲家己人收天，便拢甲假释自第一天到一顿饱一顿枵，逐工也拢困路边。佮讲自第一天开始，案件就已经破百，资金要申请规罗植物津贴。消防讲前往指挥所支援，未当申请，都爱派案出去处理案件，才算是出勤。23号到现在，同仁一样还是睡地上，没有另外的地方可以休息，就觉得辛劳。但是长官的跟你就会觉得说，是不是能讨论？结果最后的讨论就是，反正还是拿文字在打。管护伫今日早起要向消防队回息嘞。目前都已经上轨道，真的非常抱歉了。 真的非常抱歉，我们自己的消防弟兄，有关围劳加给的这个部分，如果必须要有白纸黑字做依据，也可以给予一些提示的方向跟原则。花莲管护承诺每个户队员要巴肚，若针对规罗植物津贴的鉴定，也讲希望会当放宽标准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，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